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6年5月6號。截至今個星期二，美股已經有374間成分企業公布咗第一季嘅業績，整體盈利增長按年升大概27%，其中資訊科技同埋通訊服務行業嘅升幅更加達43%同埋55%，支持大市整體嘅盈利表現。值得注意嘅係，過去一個季度，美國資本開支顯著增加。美國政府嘅數據顯示，經通脹調整後嘅數據中心開支按年升24%，而企業喺資訊處理設備上面花費嘅實際開支按季年化增長率更加達43%。花旗分析員最新預料，美國5間超大規模雲端服務供應商2026年同埋2027年嘅資本開支將會分別升到去大概7309億美元同埋9781億美元，即係按年升幅達83%同埋34%。資本開支增幅或者繼續利好各個半導體行業嘅表現。強勁嘅商業投資反映企業對經濟前景仍然充滿信心，企業願意投入大量資金增添設備，說明企業睇好嚟緊嘅盈利前景。呢個趨勢或者形成一個良性循環，穩健嘅盈利增長為企業提供資金，助力資本開支活動，而部分嘅投資設備可以提高企業嘅生產力，進一步推動經濟嘅長期增長。因此，我哋繼續建議喺投資組合入邊維持超配美股嘅配置，而喺固定收益資產方面，我哋繼續低配存續期，以應對潛在通脹嘅上行風險。今集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